爱呀都的一粒线，蓝蓝天给你挑发。声音也蛮温暖的啊，很温暖的、啊，是又唱我的好舒服歌，我就想加分了。嘿嘿嘿嘿嘿。唱到迄种声音，我闻吸引到，不会，不会啊，哎，这种上跳啊，扭啊扭啊那种，忙嗦嗦。三姑六那创啊，心莫开哟，莫错过的心上，老热大擂台，老热强下来。哦，经过前2礼拜啊，那 PK 赛以后啊，嘿，压断那个魔王 PK 赛，听1礼拜，听1礼拜嘞， 1礼拜留下来 CV 的参赛朋友。 CV 唔係 CV 係盲 B 啦，係盲 B 啦，係盲 B 啊，都留下來啊，留下來，留下來啊！PK 有 PK 會有魔王魔王 B 嚇，係啊，好，你夾夾幾首變成是好嚟，葉家兆先生、齊澤偉先生、齊思斌先生、羅桂麗先生。好了，欣賞介紹題嘿啊，那有唱都有的金曲歌后，金曲歌后不是你，不是你也是金曲歌后，金曲歌后有好多个，好多个，这个30幾個，这个算是30個这个算是非常突出，嘿它算是第一種專輯出來就拿就金拿到曲獎，，有沒有？來聽曾雅君，好吧哎，？曾雅君 Q 年代新專輯咧，哎呀，帶來一條後堂的歌曲好，聽下各位。黑呀色一汤的，黑存在不黑，不到爱空你翻译，仍然不会是你满意，下次爱过去否认，心意很烫耶，该种种啊boy，云不要用水改否备。
你好，哇！哎，你的罗格里欣赏比个大拇指。哦，去蒙你，去蒙你。董永汉真的拿到两个新专辑哇，还帮我这个也写了一下。是，这个其实出道那么久了哈，我出道那么也主持过很多节目，也收到过很多的专辑。哇，其实家里专辑好多，真的。那有时候有一些整理起来哈，整理起来就放在仓库里面，对吧？哦，那可能就永久不会，不是放到发霉之类的。对，就是可能就比较长的时间，常会拿出来。对，听了一次，可能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啊。像有一些东西，你就会拿来放在，就会放在身边，放在旁边的哈，抽屉旁边的。哦，你相多的时间拿来烫哎，像这张就是值得珍藏的一张专辑。你这个摄影师是谁呢？我老公，假老公啊。你老公啊？哎，是。哦，你不考虑想换一个人帮你？哦，是啊，太糟糕是不是？没有不会啦，就是很真实的呈现你啊。没有啦，他开玩笑。本人好看多了。没有啦，罗哥你不能这样讲，罗哥，这个是这整张专辑的意象，对，就是自己最真实周吉嘎，所以这个人很自我，很自私，对不对？这样子不是很自私，这样子不对，对。很多人会觉得说，自己以自己为中心，那不就自私吗？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就是做自己，做自己啦，就是你要自己常常去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是什么。他每天都会反省自己。但是你说你做自己，刚刚哲伟老师说看到你从侧面看到你，感觉你很像那个林慧萍呢。林慧萍，这个很多年前就有人讲，对，真的吗？你在侧面给我们设计侧面你的左手边，对，有啦，还有酒窝，刚刚有一个酒窝，很多年前就有。有。我有一次上一个节目碰到林慧萍，慧萍姐，她刚好就也是在主持那个节目，然后就一个桥段，她要打我这个负心汉这样子，这舞台上打就轻轻的打，结果他啪就真的打过来，很痛哎，疯开吗？疯吗？这表示他疯了，他疯了，不是疯了，疯了。里面有一首歌叫疯了，疯了。这个怎么会有这个概念，这个想法要吹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大自然的人，所以这张专辑大家会觉得就是会感觉到它是很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到树林这个颜色，去树林底部去翕相的。两种专辑当到歌曲是当内心，爱上我去我要大家强用啦，学习去接受所有常态的自己，所有状态的自己都要去接受，这是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一个。好客气啊，对，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当然有一些比较上年纪的朋友，可能就烫着，对吧？还烫三狗开后来，但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会烫头啊，这个真的很值得你们大家去珍藏的一张专辑。金文义既然两位金曲歌后在现场，有什么？好，你知道你有一条亚军翻了个白眼，又是那首歌，不是美啦，你马戏因为你上一拜了当客座教授嘛，你这一次是来推荐你的这个最棒的这个专辑因为因为你之前给条狗尾，真的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洗脑，几乎每一摆个比赛就一定有参赛朋友会献一条狗尾，我好像也有听你唱过这首歌，有吗？有，好，两个有没有机会今天来一下哈？没有办法，没啦，共 C 啦，从演奏的康雅云啊。那你们两个闭口，我来唱好了。是要唱哪一首歌呢？不是日头花吗？当然了，就是夜头花，不就是在 Q 日头花？是啊，我看你有没有记得。这个夜头花一唱完出来，他改的，哎呦，剪接出来了。要唱这首的意思吗？
们只能找一个合音啊，某一秒啊。对，我们每次出去唱都要自己兼和声，而且我还不会合音，副歌只能他唱合音。反正合音就是哆乱合就好了啊。对，哎，他最后一句好好听哦。最后一句而已嘛。对，没有了。他好，感觉很珍惜呢。音乐停下来，最后一句啊。哦，那个真的是可以勾人。就前面太多乐器，反而不好听。听不真的。对，好棒好棒。系啊，是的，多支持你的整亚群的新的转型。真的哦，要这种转型真的整亚群呢，哈，一听到多支持。嘿，发行的不多哦，赶快。他的歌真的好听，真疗愈啊，真棒真棒真棒，真的用灵魂在做。真的，对啊。好，希望你这一张专辑能够这个销售长红啊。那也希望这个今年的金曲奖，好，非你莫属哦，非你莫属，非你莫属，好，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谢谢你，谢谢你，整亚群，什么？谢谢安之森，收到你的专辑，谢谢。什么？好，那这个请回座休息哈，安之森。魔王 PK 赛比赛规则，魔王处处两位参赛者进行 PK， 分数最大也係無太多88分嘅人簽時淘汰，評分就由評審開飛，看埋贏。來介紹一下你亞 TV 嘅魔王 ，TV 嘅魔王，小記下，小記一下吼，超級紅人榜選秀比賽。鐵冠魔王，超級紅人榜，嘿，有台的節目，哎呦，哎呀，不是隨便上的呢。哦，好，還有2019客家流行音樂大賽最佳演唱獎，哦，剛出爐的熱騰騰的最佳演唱，還有第5屆、第6屆全國民歌比賽自彈自唱組冠軍，哦呦，2屆、2屆比賽，哦。男的還是女的？哎，應該是男的吧？男的嗎？還有嗎？還有嗎？沒了。那我們請這個魔王來一鳴驚人一下，好嗎？魔王請。暗夜渡的一粒線，藍藍天給你挑髮。哎呦，聲音也蠻溫暖的哈，很溫暖的，是又唱我的歌，我就想加分了。哦，真的，哎，你看你在主持以後，這個你的歌這樣一直都會呈現出來，真的。可是其實唱我的歌也不會比較高分，因為很難唱，是吧？對，有一點難。好，我們歡迎魔王出場。歡迎兄弟，歡迎。新一代的客家音樂創作力。你係客家人嗎？係苗栗市嘅客家人。啊，苗栗市客家人。哦，出頭會叫嘅。出頭冇出頭，冇出頭，冇聊嚟咗嘛？出歌唱片嘛？係嘛？冇出歌咧，係。唔過佢要參加青島嘅比賽咧。要參加青島比賽嚇。哦，安尼金標就有請做魔王哦。係啊，安尼製作單位真係動我發覺啊，你優秀嘅人才啊。係啊，有青島嘅比賽，佢自家創作嘅歌係咩青河堂？青河堂哦。係啊，很好啊。誒，安尼麻煩人家出兩位，有4位參賽朋友，好好嘅出哦。來，麻煩啊！係 TV 王別霞，哦 TV 哦黃心怡，哎呦，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來。他不可置信地瞪着你，不主動拍。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這種猙獰的表情？因為剛剛休息的時候有聽到，好聽。後堂，對啊。啊，你就不要把他當人看啊。對啊。你要把他當人看，你跟他 PK 呢？對。然後你比他在比就好嘞。魔王只是來幫你們加持。對。哎呀，他唱得好，會激勵你們，會讓你們表現得更好，對吧？那你根本也愛做來好好唱3B唱歌，好嗎？好，那公德要唱乜嘅歌誒？你要唱什麼？去搞下一個。慶賀嘅消息。哎呦，去搞下呢？按你自己寫的嗎？不是，還不是哈。哎，那是我歌。乜嘅歌誒？曾亞軍的存在。哎呀，亞軍在嗎？本人在那裡。還在呢。哎呀，他本來要走了，我說有人要。那你趕快躲起來，要不然他會很緊張啊，會。啊，別下呢？我今天挑戰海陸腔的將心比心。哎呦，將心比心。你這好多人呢，跟吸煙都唔要講，要唱到去了啊！
我想要挑战七嘎，nhìn dưới à này，对吗？好，来，躺过来。爱用平平，爱就存在嘅意义。
吉他看见生命。优秀的人才带来安尼这个创作的歌曲，本那个堂真的还有好感动哦，好感动，真的。听你唱歌我都快哭了。那可以把台语唱到哪去歌？真的，正经。早个暝时，我飘到哪里？离乡见伊，其实怎要转？天堂的只有比摩天，天台的人，天台无风的天气，天发的条团团的结机，说帮忙，较早着的休息。看电视台，看见生命，细细的一家无味，通讨去送，通去欢喜，中从先的本一边。无事情，就会今后的消息。天发的条，团团的结机，说帮忙，较早着的休息。因为又因为又搁北风落雨，一站又一站，行过的困难。看电视台，看起生命，细细的一家，个个比。通倒去送，通去欢喜，中从先的本一边。无事情，就会今后的消息。其实心肝伫拄，欢喜有相期。哇，真的哇！我主持要到节目吼，庆欢喜，好有耳福哦。庆欢喜一件事情就
最感觉这倘若安尼客家给按多按结出来安尼优秀的人才带来安尼这个创作的歌曲，本客家堂真的还有。好感动哦，好感动，真的。听你唱歌我都快哭了。那听一百开始唱歌我就给了，真的，正经。你好棒啊你！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之前没有聆听过，今天我第一次这样听。才刚开始接触写歌。张口一次听听啊，莫给给。对啊，张口一次，真的，张口一次就有办法写出暗火的，唱出暗火的歌的，真的。还在学习。而且听说以前是体育系的。对啊，体育老师哦。不务正业跑来唱歌。对啊，你去学什么体育啊？真是的。但为什么后来会想要去学吉他？因为我大学以前就很喜欢唱歌，然后后来想要参加那个唱歌比赛，但是要伴奏，然后就没有，然后又没有朋友，跟我们一样。请伴奏会钱呐，对吧？请你的伴奏你还要付钱给人家，干脆自己学，有没有？自己学比较快。对呀，哎呦，而且也弹得很好，好棒，哎，真的。等下有青豆跟 Hill 嗓音哦，加入那个客家音乐的阵营，真的，哎，真的，这个会让很多不同的族群会看到说，哇，原来你们客家人真的这么的棒，这么的杰出。谢谢，来，现在变成感谢大会，唐一他的欣赏的公平哈，嘉修老师。我感谢三位哈，因为刚刚真的两三首歌都非常好听哈。真的。首先碧霞要谢谢你，因为你把海陆的歌可以唱得这么棒哦。在场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对海陆比较熟悉一点哦。我觉得很用心的把每一个咬字的每一个小美感全部都唱完了，然后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当然作曲写得很好。可是唱的人一定要把那个咬字的味道都唱出来，所以，尤其是懂海陆的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感谢你的用心。然后这首歌真的唱得很好，你唱完以后，我想大概下面这个就可能结束了这样哈。但是不是，老实讲，他又把我吓一跳。对，因为第一次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长得那么漂亮，歌唱的还可以而已，这样。可能只有外形还可以。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想不是亚军在的关系啦，没俩管黑啦。我是觉得是因为他真的懂得用他的专长了。他好像是也是 announcer 嘛，对不对？在主持节目嘛，对不对？对。所以呢，他去这次改变的方式，至少跟我上次看到他的完全不一样。某 Q 都，直接用讲话的方式，我不得不说这首歌你真的唱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你是在赢他的基础点上，在我来说稍微落后一点点，但是呢，在今天的比赛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平分秋色，只是后面广德一出来的话，大家通通挂一片。功德无量，对，功德无量，功德不无量啊！这个一定要把人家赶挂了。不，确实哈，我觉得，光在安德给当过这么久的评审，第一次看到弹得好，唱得好，写得又好，表达得更好，亲切的。所以今天要谢谢三位，非常享受，谢谢。唱歌的欣赏，不错哈。来。我想。比赛比到也喺班單來吼，參加發現嘅重點就係講，每個人將自己嘅實力，然後強項往細的方向去走，就是說把自己的強項拿出來。其實現在比的已經是公平的特色了，往自己的強項裡面，往自己的強項裡面的細節去走，才是決勝的關鍵哈。畢竟你的唱功一直都是很受到這個節目的每一個評審的肯定的哈。但是我本嚟建議就會講。當你的發展空間到一個天花板的時候，你就要把那個天花板敲破往上跳。這是長久以來對你們這一類型的歌手的一個期許，希望你氣概沉重，也要在舞台上會有你更亮眼的成績。好，那基本上你衝樂隊歌曲沒有問題啦，但是還想再拿高分的話，真嘅要好好的沉澱一下，找出自己更強的優點出來。來往後面的更精彩的賽事去走，也還不能建議哈。那雨欣剛剛聽你唱歌之後，我覺得，本尊在那邊嘛哈。如果真的不看人的話，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本尊在唱哈。那个你把它那个味道，把那个亚军的味道抓的已经有8、9成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也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这一届里面也算是资优生哈，那你要往我前面讲的，你要往更细致的方向去走的话呢，势必也是要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出来。像今天你就发生一个小错误，歌词就错了，对不对？像这种致命的伤害呢，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否则我们要留你也留不住，对不对？哈，先自我要求，然后再往自己的强项去走，把优点找出来，好不好？给你的喜，那巩德就不用讲了哈，久仰大名哈。第一次给你听完美丽，哎呀，听美丽，啊，关于时代那个聊天，其实总名，从哪样啊？希望像按优秀的客家。荧光创作人哈，在你们的影响带动之下，会有更多更优秀的客家音乐人出来，这是我相信的，很棒，谢谢你啊，巩德，谢谢。安吉生，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哈。现实来了，本书了，看一下笔下的本书，好嘞。90分有本书还好，没有很好，有点迷样哈，对，有一点点，但是他有唱错歌词，可以哈，来，好，看一下彭心怡嘅分数。91分，差1分。好，意思迄个是讲，其实无错唔错歌词吧，可能就1分，伊啥都加1分，就是95分了，是吧？按9分哦，你被扣掉多少分呢？对不对？加油！很重要。来，稍来看一下莫蒙嘅分数这应该是满分的啦。看一下强德嘅分数。哇！谢，欢乐99，99分。在我心目中你是满分，真的哇，太棒了！上段苗栗有安好的人才啊，留1分给你进步。很好，以后多来我们节目哈，好，唱歌给大家听一下。还是你直接来比赛好了，比赛好了啦。哎呦，比赛没做对啦，没做对啦哦。先来比赛，学一下个经验啦，好不好？哎呀，没表情的哈，比较不好意思哦。没关系，对，没关系，再接再厉，暂时淘汰，枪死投胎了。好，那老师建议的，你看学一点更不一样的东西，打破你的天花板，好不好？好，OK，那也恭喜你，谢谢，好了，回座休息了哈，谢谢功德。是怎么样认识的？我那时候参加一个比赛，我就看到这个女生，因为身材很像，然后惺惺相惜，不是这样，好不好？我终于看。3號嚟啊，變魔王嚟嘅，燒機下嚟。好，其實農業大擂台流行組年度總冠軍，年度冠軍又來了，太這個，提繃緊一點。好，還有國台歌唱比賽冠軍得主，各大，他連什麼比賽都懶得寫，太多了。太多了啦，正經啦哦。還有有台電視選秀節目歌唱自投欣賞，歌唱指導老師，他不是參賽者。對，還有嘞。還有代表你台灣去美國，舉辦多場嘅演唱會，去美國演出啊。哎呀，聽說現在學歷也很高哎。真的。已經是當博士了嘞。真的。對呀。博土是不是？博土。哎呦，對，唐一哈，前一鳴驚人一下。魔王。山歌从此重返你哎呦，安尼流行歌曲做啊，因為傳統組這唔錯組嚟啊，這唔錯嘛，係嘛？來，歡迎魔王出場，歡迎陳婷婷。姐姐好，老師好，我看到了哦，嗨，大家好。好開心，看到好
开心。朋友在这边，真的真的啊，T 白轮当夜大旅腿就会引力。对啊，听说你们的渊源是这样子。哎呀，亲爱的必须，没了必须啦，帮他助拳。他帮我帮唱，对。对啊，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认识的？我那时候我开始写歌，然后我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少人参加，我就可以入围。然后可是到现场很多还是很厉害，我就看到这个女生。因为身材很像，然后惺惺相惜。不是这样，我终于看，我觉得好厉害，我觉得她唱歌好好听。是啊，是啊。然后我就去脸书找她，对，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一直很想认识她。后来比赛到后面，哎，可以有合唱的机会，然后制作单位说可以邀请朋友，我就一直想说。我要借这个机会可以认识他。原来是这样，对我示爱就抽了。对，所以你们有这一段缘分。对。那你进来这个客家圈这个舞台，应该他算有点扮贵人的感觉。是吗？对。第一次来当夜大旅腿，就会迷你。哎呀，路上贼船。后来你他唱贼船，后来你看用魔王就一直来了。哎呦呀，好棒的姻缘啊！哎，好棒的缘分。因为我上一次，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录影的时候，好像看到他是扮陈金佩。然后后来就有吗？陈金佩是谁？他很搞笑，他是有点综艺歌手挂的。我觉得他很厉害，然后他写的歌都好棒。对。哎，今天跟邀请你来哦，真的很开心来，麻烦你一下当魔王了。对，纯两 V 的哈，一个有咸还有米耶。对，抽一下顺序哈，顺序哦。2位嘛，就剩2个了。哎呀，看慢一些。有人在摇头，通常有反应的老天都会选他。哎呀，真的，就是你啊，陈奕迅哈，不关我的事，我没有看到。好了，听1V，好，谢美燕啊，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来，来这里啊，哎呦，1V 说的勾了2片皮。还有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个画好像画家一样呢？走那个痞子风，痞子风。啊，你今天怎么穿的那么正常？没中亚没散步了。你有没开番薯啊？给 QQ 中一百就好了。再加重大家会弹性疲乏。哦，怕大家笑太累了。对。哎，他应该听过他唱的歌哈。她是我台艺大的学姐。学姐，我们刚才在后台有相认，真的。学妹好。条白都好搞就懂厉害。哎呀，马迪啊，大家比赛都冠军呢。真的。哦，是谈过了哈，是谈过，有看过闹热打台很厉害，一定会激励你们。等下唐吉冲一下，真的火冲啊！加油加油！来，安妮，你要带来什么歌？今天带来平行线。哦，平行线，有谁呢？从阿妹带头电情歌，阿妹带头电情歌啊，你呢？你要从哪一个？老火叠贴，老火叠贴，对，好，来读个啦。
哇！
哇，太棒太棒了！我们这两礼拜哈，真的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嘿，这哪一首天后的歌啊？嘿啊，是吉娜天后的偶像，原来是他的啦！好难唱，好难，真的。不过你驾驭的很好啊。对啊，你唱的很棒哎。我觉得离吉娜还好演。没有不一样的风格，正点，谢谢你们不嫌弃。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真的很棒，真的，真的好棒。对，你看连主唱者都说很棒了。一定要这么场面，没有啦，正点啦，唱得清楚，正点啦，真的很棒。那你怎么还敢就是知道他在这里还想还挑战他？他是想要跟他拼的。没有，我其实很开心，就是从认识吉娜，然后到现在，然后她当主持人，然后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为她感到开心。是。然后我是觉得说，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被他访问的时候，我希望唱他的歌，哇，好感动，来表达我对他音乐的喜爱。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以前比赛想要唱，然后都刚好没有机会。哦，真的，那今天就表现出来了。对，谢谢，好开心。那个你们两个。听了他唱完以后，后转呢？后转，没有啊，刚刚我在一上班啊，他推上班啊，他刚刚是原来是长官呢，我的。哎呀，哇，都没有讲哎，长官，我刚才知道原来他是我们客台的长官哎。哎呀，长官没 Q 用哎，你俩比他偏觉得公平。对呀，大家知道他长官哈，长得跟村姑一样，原来是对，老公有来哈，你老公有哦，你老公行来行去有来哈，他也是老夫少妻啊，老夫少妻啊，老公大他20几岁，这样才疼他10几岁啦，10几岁，你老公好幸福哦，对啊，不过快猛马出来啊，是，他保养得很好，保养起来老公有来啊，很帅，老公好帅哦，对啊，好有味道呢，对呀，好有魅力，好有魅力，对，难怪可以交到小10几岁的，对呀，冇简单。来，唐先生的公平来唱，这位先生，好，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讲过魔王 PK 赛时间，大概都爱讲片时间，我除了请一张主题，为特别为礼拜2、3比赛人来设定，我先讲魔王好诶陈婷婷，我应是给没懂球的哈，我必须要说我没有客套话。如果说吉娜没有把这首歌自己先唱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的歌。我认真觉得，因为你没有输吉娜，只是因为只有身材输哦。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首歌真的写得太好，唱得这么好，它已经有个标准在，我觉得很开心，你可以去挑战那个标准。我觉得每个是不同的味道，都是不同的好。我觉得谢谢你来当魔王，今天让我又见识到你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很棒。3号来出来讲，以前还有蜜烟哈，这一次我找的主题叫做选歌。选歌很重要，献歌的动创腰。你这个能力在那边，大白讲，唔免喜欢的歌曲，出适合你唱。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是就是不适合你。好，但是我就要先讲一弦哈，你的歌会真一弦哦，动好。跟电影像俏皮的感觉，就是选的真的很好。其他人冇乜嘅意見，我喺講嘅係，你睇人嚟做廣告，你嚟想一下，3號人唱歌嘅時間要有畫面，不是單純唱，要有畫面。你要把一些懂人講，老師我要怎麼樣找那個畫面？你一唱歌的時間 ，KTV 的時間，你有看過 MV 嗎？有看過吉娜的 MV 嗎？你嚟想幾個邊女主角、男主角對嘴的感覺，你就會有畫面。你想象說，我要怎麼拍這個 MV？ 我現在是女主角，我是男主角，來唱歌的時間，我對着鏡頭，你就會有畫面了。這是我最近研究發現，同大家分享。好，還有3號來出去美艷節哈，強要獻歌會動創腰啊，你歌會動一反唱哦。可是我必須要說，真的不適合你。一開始 key 就定不對，然後中間你唱歌的時間有卡到，唱嘛，你的痰有卡到，對不對？後面好可惜，你沒有時間去顧你的喉嚨，要不然你就喪失卡到哎。再加上你的選的歌那個音域可能不適合你，你在真假音轉換的時候非常的卡，我堂就講幾首歌曲音準都冇到，轉去堂看播出就低嘅吼，我說在東大松的地方。就飄下嘅兩條
其他部分呢，我想施飞先生应该有其他见解，唐去讲一下。好，安子先好来。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见面，今天听到这么好的声音，然后基娜的歌真的很棒，然后你也唱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感觉就非常舒服。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玉轩哈，玉轩其实哈要说各位啊，最好就像刚刚在比各位讲的方式，其实你先各位真的先有懂后啊，所以讲如果我硬要在里面还要找去什么想法或建议的话，给你发所以讲，因为押中古词对你来讲，它就是一种叙述，所以讲我们可能它有一些对句，轻重点可能还是把它再清楚一点。好，那画面产生画面有上出画面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去改有紧张，然后上先就有上时会有一个棱角，啊，它会有一个棱角，那出现那个棱角，然后画面就会被 detect， 好，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这个部分。那美燕姐的话呢，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啦。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那我们针对唱歌的部分来讲，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不要太勉强，有赏识哈，因为亚叔国位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其实它还是有一个 range 在。你还没有把握，你轻打音你自己没有把握，最高音也没有把握，你可能自己还是要去尝试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音域在哪里，再去选歌会比较好。他歌喜欢是喜欢，像我没懂到亚叔国位，唔讲我会想，哎呀，音域是不是够我可以能够 handle 的范围？可能这个部分就稍微注意一下了。好 ，OK， 安子 C。好，好咯，那就我哋看分数咯。来，先嚟看陳玉賢嘅分數。一個，啊，做得，好嚟，沙下嚟。沙嚟看車美燕嘅分數。下次再来。不一定，哎，老师搞不好想一想再给你回来，不一定哦。上看啦，来，婷婷。好来，魔王陳婷婷嘅分數。谢谢老師。因为魔王今年呢98分。今天真的唱这个 TV 魔王超播，真的好享受，好享受。真的，谢谢婷婷来唱歌给我们听哦，谢谢呢。哎呀，哎呀，恭喜你哦！恭喜长官！哎，恭喜啊！哈，长官，那不好意思了哈。好，谢谢。谢了哈。谢谢。哎呀，好 ，OK，谢谢张伟，谢谢回头休息，安子 C。什么？新闻之前也当过魔王，嘿呀，对嘛？送100个时间。他是有史以来哈，一次让2个人过关的魔王。哎呀，安尼传统礼拜嘿，魔王 PK 赛，边管帅，边管，哎呀，无好多参考到那个嘛呀，来，给这比这几张来。李秋霞先生，曹永平先生，罗英英先生，恰奇的先生。其實踢棍賽同個 PK 賽咪差唔多，可願意，因為我看咧魔王跟主都蠻熱。如果魔王踢厲害咧，魔王厲害是冇唔錯，應該嘛。但是而家主都兩位，你對手踢厲害咧，高分落選咩出歌啊？有咩打上？係啊，好，來有請 TV 人哋魔王來，有乜嘅戰力冇得同大家報告啊？你 TV 魔王，農業大擂台傳統組。第14季冠軍，農業大擂台，嘿，農業大擂台哦，嚟，還有客家傳統音樂節對唱組冠軍，係，唉，厲害，還有本有搶到睇了梅族表演，係，厲害，冇咧，冇啊，係我就挺厲害咧啊，去到梅族啊，係啊，唔是去過嘛？唔是咧，哦，啱咩唔是？
他也蛮做得情人节。对啊，按那七家嘅呢住孤雄啊，忙是喜歌咧，係啊，羅祖賢咧木安尼孤雄啊，咧忙是。可以，係，我去過隔壁啊，用天。用天啊！叫做梅祖在無戲咯。呢啲咪唱歌表演嚇，表演。好，好嘞，嚟，本地出賞一下，好唔好？好嘞，一鳴驚人嚟。欣賞有請。思情濃啊，情濃過，雁往半雁電過來。哎呦，哎呀，上人呢？有味道，係，好，嚟。沙來歡迎嚟嘅。劉秀平先生，好，掌聲歡迎！哎，秀平姐姐你好。最近你冇係乜嘅東西呀？最近係你咁樣繼續有陸續有參加比賽。哦，有參加比賽，有得到乜嘅獎項啊？有。冠軍。上票呢個冇睇到你啦，睇到你啦，咩可能睇到你上票？對，咁樣麻煩就冇喎，同佢踢下嚟，好嘛？好，看哪一本踢走，對，而家呢，先出兩 V 出來，公布上來拿着，來出兩 V，好嚟，好了 ，TV 羅子熙，來，TV。好，小更妹，阿妹子，阿妹，嚟，好，嚟，阿妹子，你嘛主動，你話下面上，哎呦，來哈，就是來的時候看到妹妹，我就說我冇人用啊，冇人看到邊用，後生也太強了，哎，唔係，你係錄音，冇一天啊，韻味冇共用，俺年紀太，真係有韻味。對嘛？對，係啊。總共騙俺嘛上心啊！這個真係上講無效啦，要作韻味啦。男人就剩一隻嘴。對，阿麗娜在，我哋存一支嘴咧。哦，較早嘛兩支部隊呢。哦，司機。來，安尼來從哦，你得了嘛？三國字，阿子欣呢？肉三狗，肉三狗，肉三狗，係肉三狗，好嚟，彈翻啦嚇。
山歌呐。无中央哦。哎呀，小编子，来参加完咱的第节目出去以后，主要参加其他比赛，敢还有，比如讲像有的安尼参赛朋友出去有交动到学生的。有哦，交给高中班的。冇啦，冇，冇按到時間，冇時間要上班啊，有時間還要上班。那要上班啊？對對對，要上班啊。啊，做的利用按不頭的時間啊？也係不用了的時間啦。按不頭行去進修啊，行去進修，哦，那按不頭可以進修，進修啦。哎，你冇考進修啊？嗯，你嘛社區大學。社區。哇，好乜嘅東西？中央國倉啊！中央國倉啊！對對對，還有啲福州倉嚟啦。哇，真係很讚。精益求精。哎呀，跟大姐姐學一下啊。好，對不對？還是覺得不用學的。不用學。我唱歌都比他好，還學什麼？啊，不要，沒。不過年輕人嘅韻味哦，真係韻味真係要教學的，即係相當好。係，相當好，唱得真好。係，唱真好。哦，啊，我講句哦。
我怕死。来，唐人咧上月印刷咯。要見狀啊！哎，唔是講啦，唔是講，係啦，哦，冇安子。香港啊，厲害。某一天啊，我睇特坤先生，我先生有安排，對，唱秋下行啥歌？好，今日自險嘅表情親和，嚇，做阿鳳講嘅潤腳方面可能留落前皮在多多學習，其他就是說佢表情方面當自然，兩點講咩你就會學習，哦，你就是兩件事緊張，安個自險就會老緊張。好啦，科學上咧就兩隻潤腳做到冇講真嚴慢，好你啊要注意哦，嗬。科是咧高音嘅時間，你唱因為你最高音係咪的音嘛，啊你因為你咧老三個千多咪嘅音嘛，啊你所以要帶上，你所以能夠用假音帶過去，唔係講係特質音咪，就是要用隻真言衝，你衝唔上，你帶隻假音上去咩錢好彈啊？哦，你啊要用假音方面，你可能要再加強。哦，空翕送啦，還有講妹子嗬，做唔講我今日當講讀多自己，所以唔可以嘅表現出來就會緊張啊。哦，唱歌老山歌就自由原創嘛，我嘅感覺嘅歸屬嘅是當緊張，是當想將呢首歌曲落去交代過去就樣嘅。唔知有感覺冇？啊，唱老山歌冇少按唱法嚇，老山歌嚇。唱山歌的歌詞，第一句唱山歌的歌詞屬於就冇講千言萬嗬。第一句客家，唔係客家，千多人唱到客家強調，嗬，強調，兩隻字。當然，你能夠將七隻字強下唱，冇咁容易。我感覺你做七隻字強下唱可以嘛？啊，客家強調種幸福，唔係講做唔得。但是你自家用按個唱法嘅時候，你會感覺你自家稀拉冇。你冇法度一下七隻字強下唱嘛？以前你做裁判有老人家七隻字九隻字強下唱，但是嗰是以前的唱法，你唱法是自由原創是冇試過，一下子將個七隻字搞低。一搞過來，結果你係會感覺你戲就比較較不足。我呢方面，我希望你係會有機會能夠改變你種嘅唱法。哦，至於啲俗片哦，啲歌謠嚟講嗬，你嘅音質嗬，你嘅台風啲冇法講啊嗬。阿鳳冇你講起那比賽，你唱到比賽拿冠軍就唔掂那片，那幾時拿過起嚟啦？哦，一時失空白啊，唱到咧嗬。牛是你嘅潤腳，你冇法度。他是係你強浪，要結紮是本建議，都以劍咧劍，閉口音，很多劍都會揾。還有當到原唱記得，歌詞強潤啊強係什麼？冇強潤強調強潤，千多年按唱法要注意嚇。強則是牛，是牛。音法是冇強浪啊！其他都非常嘅好嗬。所以希望到三個嗬，注意下嘅你哋評審先生，第一本嘅評出嚟分數，呢位嘅缺點，希望到能夠改進嗬，能夠好更加再好，加油！好，莫先生，好，來看一下廿三嘅分數嗬，來，先嚟看羅志清嘅分數。好嘞。冇見到95分哦，魔王嘅分數咧，好厲害哦，好厲害，好厲害，係啊，唔會啦，唔會聽啊，食家之前緊張都係啊，太緊張嘅啦，係啊，我哋看一下人嘅分數，係啊，嚟看一下，你看一下香港妹嘅分數。好嘞。叫咗上去咩集啊？你講啦。係啊，咩個數嘅分數嚟？還好啦。願意冇？係啊，要搞到太緊張啦。先嚟看一下，你冇行得緊張。頭前兩邊你自己已經叫咗5分啦，冇往係啊。看一下廖淑萍嘅分數。好嘞。
开啦，好在好在。哦，就恭喜子欣呢。恭喜子欣哦，係咪？很恭喜哈，過關冇問題。係啊，鬆了一口氣，鬆了一口氣。你有冇緊張啦？對，再繼續加油，以後變你就是魔王了，好不好哈？好，繼續加油。安尼，你這願意冇好啦？係啦，對啦，冇相干必出動，係啊，冇相干啦，冇相干啦，簽字投胎咧，要簽字。哦，線上討論下看樣辦，好唔好？好。哎呀，謝謝啊那個什麼淑萍先生，係啊，安子姐哈，啊來參加魔王，有限期為主來啊創歌參加堂，哈，哦，安子姐，多謝，謝謝，我來去做休息哈，好，下一位魔王，下一位很厲害哦，何方人物嘿嘞？係啦，唔講哦，佢吼，接觸人哋客家山歌嘅文化哦，40年，40年啊，40年咧，哎呦，同俺年紀差唔多啊，差唔多啊，咁樣，好，然後又到嚟去重強組第一位藝術館嘅館主，第一位，第一嚟啊，上一嚟哈，當然到嚟佢個中頭都呀，第一位，主動天創意評判組冠軍，初級組亞軍。哎呦，你資歷不得了。而家啲亞軍可能經驗落件養人嘅啦。係啊。咁而家嘅實力嚟講，評判組就拿冠軍嘅啊，排隊拿很多。係咪？真係，嚟，請佢出聲一下哈，請佢出聲一下。來，唱，欣賞有唱哦。好嘞。能可買聽，注重天啊！係啊，彌陀無強用。經過咁多年那個傷痕紅啊，係兩道，兩道。歡迎，魔王顧福光先生出場。來，先生頭。顧先生好。看到那團擺下嘅。係啊，真嘅咧。尊敬啊，拜嘛該。可是咩啊？因為當看到當台那個東結出來，有東結出來，應該是像神樣的呀，歌神啊，有啊，還是屬於我們客家界的歌神。客家山歌之神。真的，係啊，我今日特別的粗獻。係啊。條牌最愛用就係。哦呀！我還蠻想出來，係咪生出嚟啊？生出嚟啊！呀，清流行啊，清流行嘅那個髮型啊。哎呦，一多歲啊？18歲啊？啊，18，我多變，我多變啊，18啦，多變啦，80歲對吧？80歲，80吧？很衝得很好。哎呀，節目已經做16年咧。17年咧，17年。佢攞嘅時間63歲啲呢。係啊。係啊 ，TV 嘅藝術館嘅館主。哇，62歲來。哇，62歲。80真係，哎呦，時間真係過很急啊！係啊，笑一下我呀，什麼人係啊？哦，今日真係看到人當歡喜啊！係啊，係啊，要再次咧有請進來啊！係啊，從我們大家睇。千叫冇可能熱。對啊，我相信咧，觀眾朋友一聽，哇，顧福講真係，哇，一定當歡喜啊！冇騙。聽到要上起來咧，嗬，咩千多老朋友啊！對啊，對啊，對啊。啊，今日麻煩嚟做魔王，出兩位，好冇？好，來，好來，一下。好，這個恐怖箱，好來，也沒有多恐怖了哈。先出一筆。好了。哎呦，總顯文。好了。劉秀婷。啊，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總顯文，劉秀婷。兩位都當腔的嘛。係啊，又係兩位千里去腔下邊嘅啊。喲，也用乜安尼冤咯？係啊。係啊。都必出動。係啊，又讀到。好。你顧福光先生。今天沒有關係，顧福光老師給你們加持。沒錯。好。全力以赴就好嘞。係咪？拼啊嘞。好。加油。加油！加油啊！哎，顧福光先生，你帶了乜嘅？平板。平板。好。散狗字。散狗字。啊你咧？平板。好，來躺開啦哈。
你赢最后冲出来，张糖的多的，哎，真的，80岁对吧？哎，80岁了，冇简单，还冇简，真的冇简单，80岁喊做的啊，唔会冲的，然后用个保养呀。哦，冇用保养，冇。就当你欢欢喜喜就好了。欢喜喜，过日的，是不是？你还算退休嘛？之前嘅工作也退休嘛？係冇慢慢退休啦。哦，嗰種係做描寫嗬，假監係有啲做。哦，係啊，哦，祈福消災啦。對自己也很好啊，對這個整個社會、整個環境沒擋好啊。對，哇，很好哦。哎呀，哦，今天那個秀婷姐好像應聘哦。係啊，碰到你哦，她是應聘的，使出渾身解數。對呀，她碰到年輕人，她會，要有成績才有用，他就冷冷的說了一句。要有成績才有用。裡面的新聞之前也當過魔王。係啊，對嘛？送100，送1個月時間。他是有史以來哈，一次讓2個人過關的魔王。有史以來。功德無量。魔王分數最低。記得果子啊！扣分就扣題。國王比參水朋友過關。都過關呢。係啊。魔王比你答對。嘿，冇簡單，這也是一個記錄呢。對呀，這個歷史會做記錄的。對。是你的黑歷史。讓別人記住我的黑歷史。對，我們一定會常常把它拿出來講。好啦，來三米衝突的唐先生講評哈，來唱高中欣賞。今日新聞哈，創業3個字哈，今日佢創業我未來建議鐵的這個救行嘅就救師，愛生意哈。嗰個天楊業米佢個創前嘅創業有啦，但是看肉是的。其他歸下講起來，以後包括這個台風各方面，唔會談到佢創，順的各位，也以後談也以後看啦。劉少基也個上一兩，但是唔知乜個理由，也個上，到了天較長的時間，你就冇上面嘅。上面會走哈，你要注意。按入面創業嘅平板，基本上來講，唔要創業唔是個個人嘅特色啦。但是精神質量嘅設施哈，有一些問題哈。嗰個創量仲係加講嘅，創業講係西不足要冇乜嘅參與嘅，唔過唔都係冇實，都米行都跌。走體嘢嗬，冇上面。顧先生嗬魔王，家下也個阿鳳姑，阿鳳姑也講過，唔要廿次嘅特色，真正佢哋33年創嘅也個。等於講，不論平板啊、3個字，經驗有經驗嘅特色。我經常講，要來做到來，這個要就真係要做到。特則司佢都要去考究過，每則司嘅要要做好些，要腳也傾了以後，大家加油。好，謝謝先生，謝謝先生。補充下嚟，對。
好，今杯新闻从来係三個字吼，在故事當中，談起來係形容一隻猥瑣嘅景色。好，我想用嘅歌曲，其實在了嘅感情嘅表達方面會很難得，所以用辦落了嘅風景啊，韓國可能係一步伐，然後佢講到動靜，我想可能就係強弱嘅了嘅猥瑣而去想一下吼，本應有個引人入勝的感覺吼。用從起來，我想可能係對了嘅故事來講會較清楚吼。不過了係本嘅建議，你唱嘅呢三個字，其實就像先生講，因為本來你彈起來感覺都輕鬆，嚇，所以係講本意則建議就係你嘅個人嘅猥瑣，可能可以上一下樣板十個下到位點，嚇，就係講嘅個人會來唱啊，又係到嘅嗰隻猥瑣，我想你喺後生，你係上動將樣板本身它係亮，彈起來啊。就是有那種很輕鬆的感覺，我想可能係這個想一下對你嘅人唱方面，我想運動會較加分。好，接下來就係廖太姐這邊唱嘅片版哦。講實在，其實我想你唱嘅咧響腔，其實非常嘅好，所以講係講建議你吼，就係帶入嘅猥瑣，因為你可能唱嘅方式啦，就一啲啲從面上嘅唱法，所以帶入來講，可能相信你彈起來就會下冇按住特色，所以可能係你來個入就嗰度帶入，梗係音程上的落差。好，我想可能你係你去考慮嘅猥瑣，吼，所以響腔潤密度當好，不過個帶入嘅你係自己樣板來變化，你嘅身體樣板出力，我想可能係從呢一種用呢一種方法去唱嘅，你係功課。好，本廖太姐就建議。接下來就係我朝朝看到顧福光先生吼，我聽說會。係佢阿爸啊，嗬，因為當尊敬嘅你係裝皮，所以呢唱到非常嘅好，嗬，我做你係晚輩的人，嗬，我肯係感覺就係朝朝聽到你個先生哋嘅唱歌嘅時節，真嘅咯，就係你傳到嘅機會，所以希望你帶來一杯非常好聽嘅片版。好，謝謝。講得嚟啊！哎呀，講得嚟，你又做看本書了嗬。嚟。請嚟看仲顯本嘅本書。不會嘿，開始都按高分呢。這幫你血脂的分數。係啊。好，係啊。你上次魔王拿幾分？80幾，對不對？哦，95呢？95分呢？哇！哎呀，咪哎呦！看一下啦，看一下。小田子都見狀嘅。見狀咧哦，看一下劉小田嘅分數。越唱越好哈！本身三個都越唱越好啊！當然咯，有練習就會進步嘞。那個咪會越來越好啊！所以咪一兩個唱，勁唱車都勁唱嘅。真係啊！劉小田嘅分數。分數咩叫出上分嘅檔？係啊，你清過，你通用嘅，差個1-2分。這厝前面真係嚇，佢處理嚟，兩邊按好嘅果樹，都互相對打。佢冇辦法啦。係對邊嘅咧？係啊，運氣嘅問題。對啊，顧福光先生，我看啦。我看嘛滿分吧。一天當高分。當然要看嘛。看一下我哋嚇，顧福光先生嘅分數。係啊，對，尤其啊，嗰啲唔適合食，適合甜嘅，適合甜。哦，好，多謝三位，係恭喜你啊，謝謝。好啦，謝謝，回座休息，按住先。好啦，顧福光先生，有閒都到來啊，好，嚟，下介紹下一位。下一位模仿哈，農業大陸隊傳統主題15季冠軍。哎呦。又來了冠軍咯！哦，15季啊！來上一下哈，田春義初一組冠軍。哎呦，田春義的冠軍，那麼不得了！係啊，又係出個表演的哦。泰國、馬來西亞、泰國演出啊！哎呦，去泰國充滿滿一趟。世界各地都有你嘅客家人、客家鄉親親到。對，啊，你唱佢出聲啊，嚟好嘛？欣賞有唱哦。係一鳴驚人。你。
伊按袂创的伊呢，唱到迄種聲音，會吸引到嘛？袂啊！嘿，嗰種上跳啊，軟軟啊，忙嗦嗦嗰種感覺。哎呦，對，哎，請你嘅欣賞出來啦！好，歡迎魔王出場，來，歡迎中雄用欣賞。勇哥好，機長好，弟弟好，地派看到哈。哎，香港姐看到還是相當人嘅呢，哈，滷味，知道嗎？有，係啊，之前的比賽時間，大擺來都會帶滷味啊。他講有時候唔係請我冇講嘅，我不是說只有帶給這個主持人哦。他這個都有好吃的。所有的參賽朋友，哇，看到他的相機姐，我的滷味。看到你就歡喜有好吃的。因為我做團膳，做餐飲的。團膳的哦，清華韓誒。整個新竹科學園區的團膳都他包的。哦，真的哦，哇。冇樣啦，都10個canteen天啊。10個canteen哦，天呢？哎，10個canteen。天呢，還唔拉就出來。咁你穿都買一朵節目嘅你，新竹一條街就是他家。哎呦，真的，哇，點樣麻煩啦嚇，周魔王，好，係咪？按叫個魔糖都唔創過嘅，嚟嘅呢？簽個，哎，來處一下個賣線倉啊，哈，純亮 B，哎呦，拿唔出來，我想出來。好了 ，TVB 用歸蘭，好嚟。總米九，好來，歡迎來到這個。兩位哦，動認真啊，尤其米九子哦，我加啲嘅走廊又看到佢，哦，啲印典國嘅印典廠啊，係咪？因為做到要暗風，熒光粉紅。那桂蘭姐，今天就你們兩個 PK 了哈，壓軸 PK，魔王給你們加持一下，好嗎？好，加油，美嬌加油，加油加油！他們兩位都是我的同學。什麼意思？因為合唱團的同學，這個雙溪班的同學，雙溪班合唱班的。哎，今日你大家互相 PK， 好啦，安尼米九子要創個三國志，三國志，好，你呢？平板，好，嚟彈個啦嚇。春啊，秋。
子啊！因為你越創越好哈。本身三個如果越創越好啊。當然咯，有練習就會進步嘞。那個米會越來越好啊！所以我明日攏會創，見創佢都見創的啦。真係啊！最近先生同人哋講，我明日攏會創，我見創見好。對。跟住我還有韓語嘛嘅學咁嘅茶道呀。係啊，因為我創過一下，要多一個長途嘅，天春也要拿到超級主冠軍嘛嗬。啊，4年比唔得，4年比唔得，所以做什麼係學到嘅培養嘅東西啊？其實茶道嘛，清好啊，真的嗎？茶就不是就泡了就喝了嗎？還有什麼茶道啊？簡單哦。這個茶的形狀、條狀，說是球狀，還有水的溫度，泡出來都不一樣，密透度還有杯子的容器也不一樣。那麼深奧是。那這改天有機會有空來好好的聊一下，好不好？要兩比啊！之前佢比到嘛，比到 PK 賽啊 ，PK 賽都俾人變態。嗱，吳宇珍啊，吳宇珍名還記得，記名咧。吳宇珍的改名啊，我都之前的嘛。吳秀春啊，吳秀春係咁樣頒獎文嘅，係啊，個女人10個擺，同佢呼風氣旋就咁樣，我表演，係啊，結果人家俾好多說，魔王比賽，係啊，幾厲害，低空飛過，低空飛過，啊，但是佢上擺是啲魔王比賽，哦，居然姐，俾人打的，係嘛 ？PK 魔王 PK 時間，係700來時間，是。真佢是創傳統嘅。哦，安尼再看哦，係啊，也擺樣板哦，係暗啲哦，唐先生嚟講邊咯？好。好嚟，首先呢，先嚟講，今日有3位嘛，嗬，香曲留2位參賽者，首先嚟講，今日參賽者桂蘭子，桂蘭子佢今日帶來係平板，佢帶來平板，採佢今日不管嘢顏色也好，嘅樣面也好。坦白講，佢今日創得相當嘅穩，喺咬字方面，我雜事也同佢注意到，佢也要相當注意，佢技術也得技師啊，喺人講嘅業上人，佢也要注意到啦，所以佢喺創起來，不管佢嘅韻啊，轉韻啊，甚至也韻腳，佢也做得相當強，做得相當強。但是呢，講係講哦，留到嗰個嗬，嗰一件創傷，還係可以見到來。還係可以見到來至於人家嘅米橋子呢，你要較緊張對喂，實在講你較緊張。前面唱得唔怕，就穩穩唱佢就話，其實人家嘅聲音真係相當好啊，所以我而家唱嘅個3個字啊，但是變嚟講，你多少緊張可以唱嘅聲哦就較平，冇辦法講，將人嘅高大韻啊做到相當好來，尤其嘅蔡人嘅第3季嘅一個。目前行到6轉，6倍轉，也係轉是唔係轉。6倍2轉啊！還有夢想夢了，唔記得夢是因為佢係夢是係咪的音，叫一當高音，所以你猜你自己唱一個前面也就是夢想夢。給人忙嘅時間，你就要準備好勢啦。冇一下呼啦去，呼冇馬嘅上，就冇馬嘅多位嘅音質咧，有一點就可能你要較注意一些嘅啦，之前今日冇也冇法講嘅嘅人家相機啊，也個音質相當好，所以佢做嘅嗰條韻味來講，我一啲也數歌曲，人家女生就用線上説一隻唱啦，所以佢唱出有模有樣啊，唱嚟也相當好好，兩位再加油哈！加油！按時間，做得好。好，請嚟看用歸來嘅分數。哇96分。你係魔王嘅分數嚟嘛？嘅魔王，你咩太太嚟吧？上輩啲魔王 PK 在邊變嘅，壓喺度變啊！聽錯嘅歌關就錯咧。厲害，好。係啊，可以嚇。仲未夠嘅分數。好嚟。叫咗呢個咩當歌款？咩啊？
所以我都要10强以内的全部是党会冲。高速。好，哎，你看一下哦。魔王。魔王会不会紧张啊？哈。对啊。看一下总勇曲嘅分数。好嘞。哎呦。96分的哦，96分呢。哦，那这样2位留下来，好，那你就哎呦，91分呢。唔怕，哎呀，我现场讨论下，有办法分咋做的无哈？系啊，排泄，安尼，恭喜姐姐，恭喜，系啊，是。哎呀，多谢你哈！多谢先生哦，来节目啊，从我们大家谈。谢谢。哈，有閒時間再來哈。帶到好料了不？他來吃了哈。我要吃滷味。今天我是多大寿。好了，謝謝3位，謝謝安子 C 大家，好嘞，可以哈嘞。今日節目係要比睇咧嚇，係啊，全部都按高分的哈。係咩？全部都按厲害，所以你看也都10強以內，全部都同位創造厲害，也表示按也幾個人咧3歲朋友全部水準同高。清高。係，好，按你好唱歌嘅朋友哦。夾大天花，096667672，還有傳真天花0227478232。好，等大家來報名哈。等大天花。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長。好，謝謝安子 C。辛苦嘞！什麼公益長賽場？謝謝，優秀加油！辛苦嘞！恭喜啊！還有那個小康老師、孟翠欣長、岳老師，辛苦了，謝謝。工作同仁們，還有今天的魔王老師們，辛苦嘞！謝謝。好，老熱大擂台，老熱腳下來。